1990年2月12日，当时的立法院长刘化才宣布辞职。参加完了立院的最后一次聚会，刘国才院长踏着暖阳，迎向在院内夹道欢送的同仁，一声声的珍重再见。刘化才做立法院长的期间，正是立法院生态慢慢改变的时阵。当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体制条例通过了后，伊先响应是院长的职务。走出了立院大门，刘国才院长也潇洒地挥别了毕生投入的政治舞台。世界人真介意的孙辈网界画家查理苏兹伫2000年2月2日过身，享受77岁。孙辈网家搞怪笑诼风格，和几啊世代囡仔真介意。作者查理苏兹过身后，嘛过摆登上美国富比士杂志公布的上高趁钱已经过身的名人排行榜。